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1月7號谷草野賽圓滿結束，今晚我哋嘅心水表現就一般般。嚟緊星期日有好多嘅備忘馬會出，忠實摯友記得留意我哋適時發放嘅初選同埋投注策略。今晚雖然冇備忘馬，但係賽果俾到我哋嘅啟示，記得由頭睇到尾，留心 mark 低星期日嘅心水推介啊！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深立演藝特約上將有好嘢，今晚頭場貴福特又喺低班賽贏馬，但佢今晚再次證明咗佢嘅練馬功力真係好勁。佢贏嗰匹特別美麗，跑咗4個馬季，係今晚先至贏到喺香港第一場嘅頭馬。之前喺高班數呢個時候都成日連番走近，可惜都係得個近字。貴福特唔單止係呢匹特別美麗，好似伶俐標區等等都俾佢練出彩虹。其實佢喺季初嘅時候，佢全部都係老弱殘兵，養馬數目又少。睇翻今日佢用成績話俾馬主知道，佢係一個極具能力嘅練馬師，所以轉眼間佢亦都已經成為一個大窗口啦。另外今個星期馬圈都出咗個消息，就係我哋鬥志三雄之一嘅練馬師廖康銘嘅震倉寶，足院都已經宣布喺嚟緊嘅賽事將會由原有嘅騎師霍宏星換上大賽騎師巴道。我覺得呢一個決定對馬主嚟講係個合理嘅決定嚟嘅，起碼都要搏個究竟，睇下嚟緊巴道火拍足院會唔會做翻一出好戲啦。香港馬會咁多年嚟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提升香港馬匹喺國際馬壇嘅位置，當中包括招來世界有名冠軍級嘅練馬師來港開倉。數年前邀請咗澳洲嘅冠軍級練馬師蔡約翰，近年就邀請咗佢嘅同鄉廖康銘，兩人嘅成績都相當彪炳。此外，馬會亦都會為咗香港嘅馬主喺世界各地引入優質嘅良駒來港服役，俾佢哋中籤嘅馬主可以唔使四圍飛，喺香港馬會所舉辦嘅拍賣會購買良駒就可以啦。以往有好多成功嘅例子，當中包括好爸爸、浪漫勇士等等。喺賽程安排方面，亦都循線如流，俾有質素嘅馬匹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去報名不同嘅賽事，為一啲大賽鋪路，甚至為本港海外國際賽事熱身。以上種種嘅安排，本意都係想提升香港馬壇嘅國際地位。仲有一個關於對練馬師最低頭馬要求嘅政策，我個人非常支持呢一個政策嘅。喺90年代初，我記得有啲練馬師一季都好似得幾場嘅頭馬，下季都仍然有排繼續練馬，點知再下一季嘅成績都一樣係麻麻地。我印象比較深刻嘅應該就會係張定邦、謝恩薛、金光達、黃偉烈等等嘅成績都比較一般。當然，摯友們可以話有呢啲成績普通嘅練馬師喺度，一場馬裏邊唔可以睇少幾隻咯，慳翻啲注碼。但係對於提升香港馬壇嘅國際地位就一啲幫助都冇。不過話分兩頭，我個人係支持對練馬師有基本續牌要求嘅，但係之前嘅政策5班頭馬只係計2場，我並唔係好贊同。之前計5班2場頭馬嘅時候，有好多中下游嘅練馬師都一度差唔多要提早退休。早幾季前有一位本地嘅練馬師，佢都訓練過唔少個好馬，較為有名嘅就係訓練好先生嘅何良，都係因為呢一個政策而要提早退休。近季鄭俊偉、徐宇石都差啲因為呢個政策而冇牌，但係好彩馬會就取消咗呢個5班計2場頭馬嘅政策，而鄭俊偉今季都成為中型倉口，仲喺從化開倉添。喺季初嘅時候，徐宇石養馬嘅數量都好似唔夠30匹，以為佢今季都係捱打之際，點知佢而家已經有10場嘅頭馬。雖然成績唔係好標炳，但係對於呢個養馬數量唔多、兵力又唔係好強嘅馬房嚟講，成績都算係唔錯。相信徐宇石馬房上下都努力去為馬房爭取成績，練馬師要有練馬功力，都要有能力嘅團隊先至可以能夠幫助到佢。唔知摯友們有冇留意到，今季徐宇石係換咗個新嘅副練馬師戴少麟。呢位仁兄喺我印象當中，以前係跟前冠軍南非練馬師霍利時做副練嘅。當年霍利時喺季尾嘅時候忽然間劈炮唔撈，成個倉口得返啲舊員工去打理馬匹。當其時雖然練馬師走咗，但馬房仍然都有頭馬交出。我喺電視機度見到呢位副練馬師戴少麟同佢班手足興奮若狂嘅影像，我仍然歷歷在目。因為我覺得呢位副練馬師努力工作，鬥志可嘉。佢今季效力徐宇石馬房，相信對石哥而家嘅成績係有幫助唔少。今次我哋提供嘅馬匹就係隸屬徐宇石馬房，將會列陣3班18米嘅風神。今次已經係我哋第3次提供呢一匹馬為我哋重點推介馬。由於佢實力實在太勁，相信佢係會搏到夠分去跑4賽系列賽為止嘅。雖然今季佢已經喺唔同嘅路程有3場嘅頭馬，但係今次沙田1100米雖然佢未贏過，佢初跑嗰一次都係勁到無倫嘅。
封神喺259場次嘅時候係由田泰安策騎，由於馬匹慣常用後上嘅跑法，所以騎師田泰安用翻以往嘅跑法係無可厚非。但係大家留意，當開始轉彎入直路嘅時候，騎師田泰安係完全冇諗過幫封神慳位，而揀咗個最外面差唔多10踏咁轉彎。到最後封神能夠尾兩段都做到快時間嘅情況底下，衝上嚟攞第3，1800米能力相當勁。今次再跑，可望攞到今季嘅第4場頭馬。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9場嘅心水，我哋要10號封神、 9號火焰閃爍、 7號英俊飛驅、 3號型好威風。另一場嘅心水推介，佢就係嚟自我哋鬥志三雄之一廖康銘馬房，將會列陣3班1400米嘅一生好彩。168場次一生好彩令我刮目相看，原因佢係世紀慢目速嘅情況底下，加上有蝕位而衝得近，相信只要步速正常，必定再有頭馬交出。一生好彩排住9檔起步，出閘反應都係普通，可能出閘反應慢，騎師艾少禮就順其自然將一生好彩留喺後面位置度跑。可惜艾少禮就冇幫一生好彩盡量慳位，早段嘅時候就要大約喺3大位置度競跑，前面馬匹都放得極慢，因而後面馬匹塞埋一嚿，令一生好彩有少少搶口。見習生黃志宏嗰隻自然動力見步速慢都識得早段發力，但艾少禮就唔上唔落，轉彎嘅時候仲要蝕位無數，能力差啲嘅馬匹都應該一步都追唔到，但一生好彩就越追越近，最後都輸俾頭馬2個零馬位嘅啫。相信今場步速正常，係一生好彩爭分跑4歲系列嘅黃金機會。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11場嘅心水，我哋要13號一生好彩、 14號火悟空、 9號天福、 4號勇冠群英。仲有一個小提示，我哋馬迷誌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有興趣嘅摯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每天跑道形勢概覽、賽日精選心水，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